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台湾本产的蚵仔真出名，名声探京城，国际拢知影。国情原来来讲几句啊，甲蚵仔有牵连的台湾话，咱做伙来研究。一句民间常咧讲话讲，毋捌一颗蚵仔汉字。这句话听到敢若真直阁真土，事实这就是台湾话上界活泼的所在。因为蚵仔甲汉字摆伫咧面头前。用咧讲是大家拢会晓分啦。啊，咱讲毋捌蚵仔汉字，就是讲吼你毋捌世事，这是一种形容词。啊，语言内底上界趣味就是形容词。比一个来讲，咱两个都真知己，感情真好，结果近来煞有人我近你，一直甲你牵，万项甲你讲甲亲好好。我毋是讲看到你交心的朋友咧食醋，实在是惊讲人来甲你利用，要乌窟啊，互你跳。所以我会甲你提醒，讲即个无定要甲你利用呢，无定吼你要看好斟酌哦。但毋知即个是嫌啊好，对啦，啊毋是嫌啊，毋是好，即个人咧，你哪通安尼甲我应？毋知嫌啊好，这嘛是一种形容词。就若像咱伫咧问人讲，当你到底知影伊是圆还是扁？这拢是台湾话，愈讲愈丰富，愈讲愈有艺术一种描写。毋则即句讲毋知蚵仔汉字，原因就是对遮来，是讲到蚵仔，这也有台湾人过去。跳过乌水沟，目屎流伫咧遮。因为较早，咱对中国、福建、厦门，也是包含讲广东地偷渡坐船要来到台湾遮的人，有真侪人吼，到半中途，伫咧船顶，就互人赶落海底。因为都已经要靠岸，但是袂使驶来到岸边，啊若无官府来查咧，所以吼，甲你放落去，到海捕啊，就甲你放落去，叫你家己收啦，收会来收袂来，即款诶。偷渡，才代工，甲你提钱，讲甲你再来到海边，即个客头，清朝时代所讲的人蛇集团的首领就对啊。这客头，南台湾海峡海边就甲你放了，讲做放生，叫你家己收啦。啊，若收袂够咧，收来到海捕啊，有当着啊吼，去打着烂头，去海洋架去。这以早清朝时代人就一句话，讲这叫做正恶，你甲看偌可怜。啊，毋加再讲，咱的祖先来到遮认真拍拼。如今的台湾物产真丰富，尤其是中秋时，较早台湾人玩啊一个例，讲吼，咱着爱来食米粉蚵。台湾物产出名已经探京城，国际拢知影，食米粉蚵就有好头路。啊，但即马若中秋啦，不管是拢嘛挺好食米粉蚵，人咧讲的蚵仔米粉啦，食米粉蚵，国情嘛要祝咱的观众朋友定来食台湾本产的蚵仔。才互伊事业大进步，才互伊有好头路，才互伊留下厝，明年加买2、3户。